親愛的光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這個充滿愛與智慧的殿堂。這是一場與自己心靈的對話，一場與宇宙合一的共振。在正式開始第一集之前，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是否曾經覺得生命中有一些毒一直困擾着你？也許是心裏的怨恨、身體的病痛、人際的衝突、情緒的失衡、無名的煩惱、命運的無奈，甚至是靈魂的孤單。這些毒讓我們沉重、疲憊，甚至讓我們懷疑人生的意義。但今天，我要告訴大家一個震撼的真理：真愛能解毒。真愛不是短暫的感動，不是佔有或依附，而是一種來自宇宙、來自本體生命的純正能量。它能化解心靈的黑暗，修復破碎的關係，轉化病痛的根源，甚至淨化人類與地球的傷痕。這10集就是為了讓我們一步步走進這份力量。在這10集裏，我們會談到真愛如何安定我們的心靈，釋放恐懼；真愛如何讓身體回到健康，恢復治癒力；真愛如何帶領靈魂走回合一，找到歸鄉之路；真愛如何化解衝突與仇恨，重建人際的和諧；真愛如何引導人類走向集體覺醒，迎接新的時代。親愛的朋友，如果你願意跟隨這10集的旅程，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，你一定會得到驚喜，因為你會發現，原來愛不只是情感，而是一種能量，一種智慧，一種能夠徹底改變你命運與生命狀態的力量。所以，請把這10集當作一場神聖的旅程，學習每天與自己心靈的對話，學習如何與宇宙合一的共振。當你走到最後，你會發現，你已經不是原來的你，而是一個被愛轉化、被愛釋放、被愛提升的全新生命。現在，讓我們一起敞開心，走進第一集，開啟這段奇妙的旅程。因為真愛能解毒，真愛能解放，真愛能帶領我們走向合一與光明。親愛的光之友啊，今天我要和大家深入探討一個極為重要的聖言：真愛能解毒。這句話看似簡單，但卻是宇宙運行與生命圓滿的核心法則。你若真正理解並活用它，你的心靈將獲得徹底的釋放，你的身體將得到深度的療癒，你的靈魂將回到永恆的純淨。那麼，什麼是真愛？為什麼真愛能解毒？今天我以大師的身份，帶領大家以最生活化的方式去體會這個真理。真愛不是人間一般所說的感情，也不是激情裏短暫的溫度，它是一種來自於本體的能量，是來自上帝最初創造萬物的泉源。真愛沒有條件，它不是因為你對我好我才愛你，也不是因為你符合了我的期待我才願意付出，它是即便在最艱難、最不被理解的時刻，依然如泉水般自然湧出。真愛不是控制，而是成全；不是佔有，而是放手；不是索取，而是給予。當一個人能夠走入這樣的境界，他的生命就進入了一種不會枯竭的流動，而這個流動本身就能夠化解世間的一切毒素。那麼什麼是毒呢？毒不單指的是物質上的毒素，例如食物的污染、環境的化學藥劑，或是身體裏累積的廢物。真正的毒更是心靈的毒。怨恨是毒，嫉妒是毒，恐懼是毒，執着是毒，無明也是毒。當這些毒存在於人的內心，就會一點一滴地侵蝕靈魂，甚至轉化為身體的病痛。你可能會發現，一個長期心懷怨恨的人，臉色會暗沉，語氣會尖銳，身體容易病變。一個長期充滿恐懼的人，免疫力會下降，
呼吸變得急促，疾病也容易找上門。這些都是心毒化為身毒的例子。然而，當真愛臨到，這些毒就會被化解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愛的頻率高過一切毒的頻率。就像黑暗不能與光明同時存在，當光一來，黑暗自然消散。當真愛流動，心毒便失去根基。有人可能會問，這會不會太抽象？不，這是非常實在的。例如有一個人長期懷恨着自己的父親，覺得童年沒有被好好照顧，心裏充滿怨毒，導致自己成年後一直無法快樂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開始學習寬恕，學習以真愛的眼光去看待父親，明白父親雖然不完美，但也有他自身的局限與痛苦。當他真的生出一份愛與理解，心中的怨毒忽然化開，眼淚流下來的那一刻，他感覺整個胸口像被泉水洗滌過，輕盈無比。從那天起，他的身體狀況也逐漸改善，失眠消失了，胃病也慢慢好轉。這就是真愛能解毒在生活中的實例。再舉一個例子，一位母親在醫院裏守着患重病的孩子，醫生說希望渺茫，但這位母親每天都以愛凝視着孩子，對他說：孩子，媽媽愛你，不管結果如何，媽媽都會一直陪你。那份愛像一道光，進入孩子的心靈，奇蹟發生了，孩子的免疫系統被喚醒，病情逐步逆轉。這在醫學上或許被稱為奇蹟，但在能量的層面，這正是愛的力量在解毒，將恐懼與死亡的陰影轉化為生命的泉源。真愛不只是對愛的給予，更是對內的解放。很多人對別人能夠仁慈，卻對自己嚴苛苛責，這也是一種毒。當你不斷否定自己，覺得自己不值得，自己不夠好，這種內心的自我詛咒會成為最深的毒。真愛首先要從愛自己開始，真正的愛自己，不是放縱自己，而是看見自己身為神的孩子，本就擁有無限的價值。本體智慧告訴我們，每一個人來自於上帝，是光明之子，驅自然能量。當你回到這個真理裏，你會自然產生對自己的尊重與慈悲，這樣一來，心裏的毒也就開始消散。為什麼真愛能解毒？因為愛的本質就是合一。毒來自分裂，來自分別心，來自認為我和你是敵對的，我和世界是隔絕的，我和神是斷開的。當心中有這種分裂，就會生出各種負能量，這些負能量就是毒。而愛能帶來合一。當我愛你時，我看見你就是我，我看見你身上有與我相同的神性，那麼我的心便回到合一的狀態。在合一之中，毒性自然被消融。更深的層次來說，真愛的能量能夠改變細胞的頻率。科學研究顯示，當人活在愛與感恩的狀態時，心臟會釋放出和諧的電磁波，這些波能影響全身的細胞，使它們恢復健康的震動。反之，當人長期處於憤怒或恐懼，細胞會進入緊縮狀態，無法正常排毒，於是毒素就會積累。所以說，真愛不是空泛的，它確實能在物質層面解毒。在人際關係裏，真愛能解毒誤會與隔閡的毒。有時候一段關係之所以痛苦，是因為雙方心裏充滿毒素，彼此用指責、冷漠、懷疑在相處。但如果有一方願意先放下，先釋放愛，那麼局面就會完全不同。就像一杯濁水，若你不斷倒入清水，它終將清澈。愛就是那股清水，能夠不斷稀釋怨恨的毒，直到最後完全轉化。在社會層面，真愛也能解毒。今天世界上的戰爭、仇恨、歧視、
其實都是集體意識裏的毒。當有越來越多人願意以愛來回應，而不是以恨報恨，這股愛的能量就會像光一樣擴散，讓整個人類的意識提升。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只是渺小的一人，但請記得，當你心中真正生出一份愛，它的能量會共振於宇宙，影響無數看不見的層面。每一個愛的舉動都是在為地球解毒。朋友們，真愛能解毒不只是對個人身心的療癒，更是對家庭、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救贖。當你選擇活在愛裏，你就在為世界注入清泉。不要以為這很困難，愛從一個微笑開始，從一個理解的眼神開始，從一句寬慰的話語開始。當你願意用愛去回應，哪怕只是一點點，毒素就開始減弱。所以，讓我們今天一起記住，真愛不是遠方的理想，而是此刻的選擇。當你選擇以愛看待自己，看待他人，看待世界，你就是在為自己解毒，為他人解毒，為地球解毒。真愛能解毒，因為它就是宇宙中最純正的能量，能夠將一切分裂、負面與黑暗，重新帶回光明與合一。親愛的光之友啊，請讓這股泉源在你心裡湧出，讓它成為你每天的呼吸，每一個眼神，每一個舉動。當我們一起成為愛的泉源，世界必將因我們而改變。這就是聖言的真義，真愛能解毒，真愛能救贖，真愛能讓生命回到圓滿。感謝你，親愛的光之友，今天我們共同走過了第一集的旅程，打開了真愛能解毒的第一道門。願這份愛能在你的心中繼續流動，帶給你清靜、健康與力量。請記住，不論你身在何處，真愛都會陪伴你，淨化你內在的毒素，引領你走向更光明的道路。今天的分享只是10集中的開始，接下來還有更多智慧與驚喜在等着你。請保持期待，因為每一步都將是你生命蛻變的一步。在節目的最後，我要特別感謝澳洲綠天使文化生活館，這是一個以愛為核心，推廣能量共振、自然療癒與智慧轉化的平台。感謝他們一直以來的支持，讓這樣的訊息能與更多朋友分享。如果今天的內容觸動了你，請幫助我們按下喜歡，讓愛的訊息傳得更遠。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，讓你不錯過每一集的精彩內容。把這段影片分享給你的家人與朋友，因為愛值得傳遞，光值得擴展。你的支持就是我們繼續前行的最大動力。我是韓江月，在這裡向你獻上最深的祝福。願真愛引導我們走向集體覺醒，迎接新的時代。感謝你，我們下次再見。